هر کجایی که باشید، هر جایی که سفر کردید، در کدام گوشه کنار دنیا کار زندگی نکنید، هیچگاه نسبت به ملت خود، نسبت به وطن خود، دولت عزیز خود تاجیکستان صاحب اصلاح خیانت نکنید. هیچگاه你还是原地少些吧你。在这张图中啊，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一带一路几乎是完美的错过了塔吉克斯坦。既然外部环境不允许，那塔吉克人自己寻求一些突破的方法可以吗？似乎也不太行啊。这张地图下呢，红线内部就是塔吉克斯坦了。整个国家的山地和高原占到了90%以上，在这90%的山地和高原里啊，有一半的面积在海拔3000米以上。由于半个塔吉克斯坦呢都处在了帕米尔高原之上，于是呢也有了高山之国这样的称号。注意北方和西南方还是有少量的盆地和平原的。咱们再回到地图，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形原因呢，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地区较为富庶，而首都杜别上也处在西南部的平原地区。于是啊，由于地理地形的原因，就导致了东西2个部分形成了天然的贫富差距。再加上连接东西部的只有一条公路，这呢也变相固化了贫富差距。我们都知道啊，南韩、北韩有一条38线，那塔吉克斯坦这里啊也画上一条线，这条71度经线似乎就成了塔吉克斯坦的贫富分界线。如果说东贫西富是因为地理地形所致，这是上天的安排，那这份天意所导致的贫富差距引起的矛盾，在苏联解体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彻底爆发。1991年，苏联一解体，这塔吉克斯坦头顶的那个超级大国的称号不见了，转而呢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里非常不起眼的小国，可以说是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要地位没地位，别提有多惨了。结果就在塔吉克斯坦刚刚独立2年之后啊，国内呢就爆发了武装冲突，直到迁徙之年，7年的内战呢才在多方的努力下结束。